安尼讲，伊讲令尊令堂大寿之日，做了道歉，后来搁甲恁放火烧厝，了后又害你拖欠债务，这个一切，我听起来父亲就是令伯父安排阴谋。小姐，小姐，怪我不中情，应该如此动下你。如今打散几拜次，何敢起心怨他人？这既是恁好天开，情伫心如冷行台。伊向我灌溉，无杀害，真是天生当良才。这位是安那，我做地好，恁捌信，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安那，这两只净狮，我调故意甲伊放点定点你的大门口，就是要互恁袂当过啦。你若有才调，你会用叫人甲伊扛倒转你的原位啦。啊，若是要叫我扛倒转去吼，会用的。3000两银，对。3000两。对，3000两。什么？3000两？是啊，卡斯若是毋互因3000两，伊就毋肯将石狮搬倒去原来所在，而且因如果要闹代志，阮若得安怎讲？原话甲大少爷迫不得已，已经有意要互因银两啊。小姐，我怀疑这个做地好，就是昨昏咱伫咧清婚庵拄着遐歹人，伊请来帮手。你哪会知影？要若无，原话也无去得罪着伊啊啦，伊是安怎就要来为难原话咧？一定是昨昏遐歹人，请这做地好，要来甲咱卡油的。迄个强盗无理啊！来厝闹，有事成非到阮家。阮大哥母灵来嗲年老，歹徒偏偏做对头，歹徒欺人。安怎着好？小姐，咱应该爱赶紧想一个办法啦。哪有啥物办法通好想啦？咱总袂用白白双手摸3000两银，要叫遐歹人啊！既然因若无要做，无我家己一个人来试看卖。上好，你讲的上好。哦，我都唔相信，迄个1箍3啊，遐大箍，你有才调摸？好，伊若要做吼，迄支3啊若赢会起来，我应按下分啦，我咱大家分拢。我好笑诶！赢，我头赢，到我来了，赢，你有法度。
哈哈哈哈！刘元贵，你若无摕3000两银出来，我要将这两只石狮，甲你钉吊你大门口，互你永远袂当出入啦。安那？定嘞。 3000两，并毋是一个小数目，哪有一时确实是摕袂出来啊！哼！阿爹，爹，咱内面小房哦，敢若剩300两尔啦。这位好汉，这是300两银，请你收起来，并且将这对石狮搬回原位如何啊？ 哼！你当作我是3岁囡仔呀？你用300两要骗我？哼！请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呐！哈！无时间甲你再啰嗦啦，3000两要摕出来无？没有，袂使减。没有，好啦。好，我摕互你。委员，万伟，这两只石狮是简单，互我来拿。你是讲你有办法？无毋对，免过来花这个3000两银，互我家己摕来试看卖就好。小囝，你目睭看清楚呢，这两只石狮是用石头刻的呢，毋是米粉做的了。安怎？你徛喺边看是不是？ 你这小囝，你叫啥名？我叫做谢林贵。哟，你有在家你莫走，等下你就知。走。哼，林贵，今仔日家在受理，也若无，迄个恶徒取走3000两银，虽然是小事，也会种下武强的祸根啊！对啊，吼，林贵啊，你真有力哦，会安尼讲是力大无限哦。多谢元伟大少爷你的夸奖。那就是乌老啥？那出个迄个戆蛋，安尼乌老街，你是要看大伤呢啊？大惊小怪。啊，怎伊出个迄个戆蛋啊？无想讲伊咧一顿爱食几啊斗米呢？啊，应该爱出这款力。啊，若无吼，咱来去市里咧饲大只嘛，还佫会刣的。大嫂，你千万袂用安尼讲。今仔日你若毋是四零贵，阿爹敢毋是白白损失3000两银呢？对啦，话虽然是安尼讲，也毋过是咱请的呢，应该嘛是爱甲咱出力啦。啊，咱林贵啊，婚得到大汉啊，甲带一个某互伊嘛。林贵，只要你好好啊做，带车成家之事，老夫自然会替你做主啊。多谢元伟甲大少爷你的好意，也毋过我是路撇人，无想要娶某。哦。好难听喂！哎呦，万贵，你记住记。元伟，这是拄着遐歹徒，毋甘愿要我来找咱。哎呦，你是要怎？回去！安怎？拄着恁还佫毋惊死？什么？佫去大所要来找阮啦？哈？免来声，啪！
心中意，对啊。小玉，你搁了后袂讲啥物？我只是看伊的人品，有亲像是一个做粗工的人。小姐，啊那安尼，你是安怎哪会找一个机会，甲伊问一下咧？啥物哪会用的啦？是安怎袂用哩嘛？人女授受不亲，我要安怎开嘴？来，你来再看。小姐，即摆花园也无人啊啦，拢无人会知影。行，我陪你来去，甲你作伴，吼。金花，大嫂，啊，你是咧看啥？啊，无啊，敢无？啊，无我来看你看甲人煮。你是咧看啥？我嘛看卖啊者。哎，大嫂，花园敢若有遐蝴蝶伫咧飞尔。大嫂，请坐啊。金花，啊无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无啊。无晓，安尼我看卖啊者。哦，我叫是咧看啥物稀奇的物件，原来你是咧看四人柜啊。小哥啊，你是一个千金小姐，伊是咱家所请的使用人，一个工人呢。大嫂，工人嘛是人啊。也毋过，伊是一个瘦小囝，敢若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你家己是毋通自作多情。大嫂，你讲即种话，敢袂伤过侮辱啦？我只不过是咧甲你提醒，我是关心你呀。多谢大嫂的关心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晓安排。我嘛知影讲你知影，也毋过我是烦恼咱柳家后摆会发生迄款不明义的代志，败坏咱家的门风。你讲啥物？我讲你着爱考虑，若是四人柜，伊是一个瘦小囝。散有啥物毋好？大嫂，你毋通袂记，你老头厝嘛无伫咧外富路啊。你无啊！你若敢讲会糟蹋我，是你逼我讲的。你哎呦，小哥啊，等下我是你的阿嫂，你是我的小哥，这是你的叔叔。我做阿嫂的人，嘛无应该管你的代志，对无？金花，莫生气啦！今仔日公公甲你阿爷去收租，啊，我嘛答应讲咱隔壁迄个王氏要请一条现金互伊，我无定着较暗才转来。啊，无才麻烦你甲阮照顾一下啦，好毋好？这是我分内的代志，哪有啥物毋好？那若安尼，我就放心，无我来去吼。小姐，即马厝内面的人，逐个拢出去啊，咱哪会不利用这个机会来去花园办你的代志咧？我无想要去。为虾米啦，小姐？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呢。阮大嫂拄则讲遐个话，哎呀，小姐，伊毋知啦。行啦，来去啦。也毋过行啦，好啦，来去啦。行啦。林贵呀，你看，是物人来啊？是小姐。林贵呀，那阮小姐吼，看你做人会做甲
遐尼认真，是专工要来看你的呢。多谢小姐的关爱。小姐，即马吼你人已经来伫遮，有啥物话你若要问，你就甲问。有关系伊的家世啦、身份啦，你拢免歹势，尽量甲伊问。啊，我来去迄边，较等下就来啊吼。小玉，要无遐坐坐？四林贵，我有话想要问你。听你安尼讲，你讲令尊令堂大寿之日做了盗劫，后来搁甲恁放火烧厝，了后又害你拖欠债务，这个一切，我听起来好亲像是令伯父安排阴谋。小姐，小姐，怪我不中情，应该如此动下你。如今家山已败尽，何敢起心怨他人？这既是恁好天开，情伫心里行待。伊向外款待，如山海，真是天心动容在。小姐，如此的夸奖，小人实在不敢当。我看你的前途无可限量，千万毋通为着一时的贫困，而打消了咱离的志气。多谢小姐你的鼓励。但愿你早日脱离苦海，飞黄腾达，到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怎样呢？